自2025年4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转来啦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15章第10到32节。有一遍，真侪冒失甲罪人挖来耶稣遐，要听伊讲道。法利赛派的人甲经学教师拗念，讲这人接纳罪人，甲因食饭。耶稣就甲因讲即个譬喻：恁中间什么人有100只羊，放见一只，伊兼毋放迄99只伫旷野，去找放见迄只，找到着，一个找着，伊就真欢喜，将迄只羊放伫经头。伊转来到厝，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放见迄只羊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为着有一个悔改的罪人，比有99个毋免悔改的义人，伫天顶的欢喜会搁较大。还是有一个富人有10个银元，放见一个，减袂点灯扫出来，拍拼找到着。伊一个找着，就叫朋友甲厝边来，甲因讲，来斗欢喜，因为拍见迄个银元已经找着。我甲恁讲，亲像安尼，上帝的天使会为着一个罪人悔改来欢喜。耶稣阁讲，有一个人有2个囝，细汉的甲老爸讲，阿爸，我应该得的财产，请你分互我。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2个。过无几日，细汉囝将所得到全部的财产拢换做现金，然后出外去真远的所在，伫遐放荡，钱乌白开。伊所有的拢开了的时，拄好迄所在发生大饥荒，伊才知欠客会艰苦。伊就去互迄所在的一个人请，迄个人叫伊去园里饲猪。伊犹甲想要摕猪在遮的豆糜、子鸡，毋过连这人嘛无互伊。后来，伊甲醒讲，阮老爸有遐尼侪请工，因拢有物通食，搁食到有剩，毋过我伫遮得要饿死。我要起来，转去我的老爸遐，甲伊讲，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，请互我做你的请工就好。伊就出发转去老爸遐，伊离因兜还真远，老爸就看到伊，心真毋甘，赶紧走外去，甲伊揽地，直直甲伊针。囝就对老爸讲，阿爸，我有得罪天，嘛有得罪你，我已经无资格做你的囝。毋过，老爸甲仆人讲，赶紧请上好的外袍来甲伊穿，甲伊挂手指，搁甲伊穿鞋，煞牵迄只肥的牛仔囝来抬来庆祝，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有搁活，失了有搁得到，因就开始庆祝。迄时，大囝伫园里，伊转来，得要到厝的时，听到奏乐甲跳舞的声。伊叫一个仆人来，问看到底是甚物代志。迄个仆人甲伊讲，恁小弟转来，恁老爸因为伊平安无事倒来，就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大囝非常受气，毋入去，
伊老爸出来甲伊苦劝，毋过伊应老爸讲：你想看咧，我做奴才服侍你遮侪年，毋捌违背你的命令，你连一只山羊仔都毋捌，互我甲朋友做伙欢喜。毋过你即个囝为着充饥，甲你的财产开了，伊一个转来，你就为着伊杀迄只肥的牛仔囝。伊老爸应讲：囝，你不时着甲我做伙，我所有的拢是你的。总是你即个小弟，伊是死去有搁活，失落有搁得到，咱应该欢欢喜喜来庆祝。转来啦，伫台湾真侪节庆是亲人团聚的重要时刻，譬如讲特别来的清明节，就是亲人聚集、追思故人的时刻。每当过节聚集，厝内的人总是会斗阵食饭。不过伫即个团聚的时刻，若出现不速之客，亲像捌和家族起冲突，也是拆破面的亲人，因的出现可能会互气氛大受影响。路加福音15章讲到，有一遍，有一寡细棍和歹人拢来听耶稣讲道。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开始议论，因为对因来看，遮个人拄好是不速之客。总是耶稣却有完全无共的看法。即群人伫耶稣的眼中，就亲像是失迷的羊、碰见的钱和离家出走的放荡囝。羊一旦失迷，就会远离通得到保护、通享有平安的所在和群体。对主人来讲，这个失迷的羊是伊所失去的一部分，拄亲像富人人所失落的一个钱币，也是伊原本财产的一部分。伫法利赛人的眼中，这个细棍是不速之客，但是对主耶稣来看，因是主所失落的一部分，因为安尼，当因悔改倒转去厝内，对主来讲，这是无比的喜乐。那安尼，究竟是谁需要悔改，需要倒转去厝内呢？伫耶稣所讲的最后一个譬喻，人子的老爸的譬喻，讲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囝儿，有一日，细汉囝对老爸讲：阿爸，我应该得到的财产，请你分互我。老爸就甲家业分互因两个囝。了后，细汉囝将一切所有换做现金去远远的所在。老云神父安尼讲：离家是断然弃绝所出世成长的家，暂断所踮社会看重维系的珍贵传统。咱什么时阵会离家呢？老云神父讲：每次我对称我做爱主的声音失去信心，我就会离家。人会想要离家出走，往往是因为感觉家己伫即个家是无重要的人。对这看，伫耶稣的譬喻中，离家的毋是干那是细汉囝，迄个和老爸一直住做伙的大汉囝也离家。当大汉囝看到老爸热切招待倒转来厝内的不孝囝，心内想讲：我连羊肉炉都无食过，迄个了尾仔囝竟然有好牛全餐通食，实在是真无公平。
当大汉囝怀疑老爸会疼，伊上款也是离家的浪子。需要回家转来，毋干若是细棍和歹人，遐个受看做是败家子的人，也有私下议论的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，遐个看袂起放浪囝，认为家己值得受搁较好对待的人。对天父上帝来讲，这个拢是伊所疼的囝。天父拄在等候浪子回家，搁为着这欢喜，用超出人想象的方式招待浪子回家转来啊！互咱用天父的心彼此相看待，甲天父做伙欢喜快乐。日想，伫浪子的譬喻中，我较像倒一个角色？我安怎看待老爸的行动？伫浪子的譬喻中，我较像倒一个角色？我安怎看待老爸的行动？咱来祈祷，阿爸天父，感谢你听我毫无保留，超找我，疼候我，祈求圣神带领我倒转来天父的家，甲天父做伙欢喜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